来看高雄林园线尾国小，因为因晚近渔港，学校推动旁船甲徛船的涵养课程，为着要互学生来熟悉伫咧大海操作旁船的感觉，教练这学期就设计一种课程，就是会当模拟伫咧水面的情景，互学生会当练习驶旁船的基本技能。 伫冠峰的游泳池内面，学生坐伫 OP 旁船顶，等咧练习要安怎操作旁船。另外一条学生是练习要安怎徛伫沙波板顶头，看起来是真趣味。线尾国小的教练这学期设计这款伫路上行船的课程，互学生也袂去海边驶船进前，会当先是驶伫海上的感觉。学生拢讲，先伫路上模拟伫水面驶旁船是较袂惊吓。让我们现在路上先练习一下。 习惯了再下海，就会比较不会怕。咱学到做这物件，就会感觉哦，原来有这个东西，就会让我们想要探索更多。线尾国小因为晚近渔港，学校伫沙东正常推设海洋教育的课程，学生拢爱学驶旁船。初级的课程，原本教练是将旁船装咧哪，互学生练习。即马是将 OP 旁船甲沙波板放入去有加水的室内游泳池，学生通先练习平衡，嘛较安全。 用游泳池的方式，互囡仔建构迄个情境，互伊感觉我即马就是操作会使啊，所以伫咧水面上，感觉是如何，会当互我的船啊，以我的方向来行。校长表示讲，学校边仔线尾渔港，因为目前无渔船的出入，真适合做海洋运动吹哨。 希望透过海洋的课程，让囡仔有接受挑战的勇气，同时嘛爱认同家乡，有保护海洋的理念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